歌是上有法度去打军人的一款艺术。甘润的土变水，风吹雪，一阵一阵陪你看歌。刚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一定是一条普通的歌嘛，普通的台语歌，可能就有写到一寡乡土、本土、在地的物件，一块土地的物件。阮伫这生，伫这大，这是阮的故乡，阮的靠山。这几天练到的，听到这条歌肚大。我们再一个哦，我们再一个哦，直接再一个哦。无啦，毋是肚大哇！我伫听，今日唱的时阵，其实唱啊足紧的，我家己感觉怎啊足顺利的。愈唱愈有感情，因为我会使我会使感受到这条歌的表达。敢会想起，用期待甲未来换着什么？足神奇啊，足趣味的。就是讲，伊会跳脱较早咱对台语，无管是戏剧也好，歌也好，拢有迄款悲情，有一框框伫内底。但是跳脱伊内底有科幻的情节，也会使去讲，借由科幻甲动画这两个足大的元素，去互较侪人会使去接受，去看到一篇讲原来台语也使有足大的可能性。甲以往咱看到、甲印象当中的台语，无管是戏剧也好，有足大的，我感觉很有创意。阮的歌声敢会世界伫这看，一时的阮犹原在唱歌，阮犹原在唱歌。即摆有足侪少年乐团也好，歌手也好，因咧唱台语歌是一个真好的现象，就是讲因会使甲台语这物件透过歌曲去传染互更较侪少年人去接受学习，所以台语歌是一个未来的大家讲台语的希望啊。德哥，我们有可能再一道吗？可以啊，来哦。这是阮的故乡，阮的靠山。这个很棒，耶！德哥辛苦了，谢谢大家，感谢。台语青春漫画，做伙来唱歌。